產前抑鬱症咧係出現喺婦女懷孕期嘅抑鬱嘅症狀，呢啲嘅症狀係會維持2個星期或者以上，影響住孕婦嘅生理、心理同埋心理各方面。準爸爸媽媽咧面對嘅情緒挑戰可以嚟自孕婦嘅身體方面啦、嬰兒嘅狀況啦，同埋佢哋嘅環境嘅因素。例如喺產婦嘅身體方面，喺懷孕嘅初期，好多時都會經歷會想嘔吐啦，又或者咧胃口唔好嘅情況。到懷孕嘅中期，亦都可以因為體型嘅變化，又或者其他啲身體嘅狀況，例如血糖嘅問題、血壓嘅問題咧，而造成一啲嘅壓力。到咗後期嘅時候，好多產婦都可能會經歷有水腫嘅情況，又或者咧會影響到瞓唔着覺。呢一啲咧都係佢哋會面對一啲身體上面嘅挑戰。而嬰兒方面咧，其實喺每個階段嬰兒嘅成長，可能係佢哋嘅胎水嘅狀況啦，或者佢哋嘅生長嘅速度咧，都會令到父母咧感到會好擔心。環境方面，其實作為準父母都有唔少嘅適應，譬如包括喺財政方面嘅安排啦、照顧嘅安排，又或者如果媽媽需要工作嘅話咧，可能都要喺工作上面做一啲嘅考慮。準爸爸媽媽咧可以留意下自己日常生活有冇以下嘅情況喎，譬如喺生活方面有冇成日都瞓唔到，會唔會胃口唔好呢？而且喺日常生活裏面，有冇覺得好似對啲事物都冇晒興趣或者提唔起勁啊？喺情緒方面，會唔會容易焦慮、唔開心，又或者好容易煩躁？如果呢啲症狀持續2個星期以上，就可能會係有產前抑鬱嘅情況啦。咁日常生活上面咧，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深呼吸訓練。咁呢樣咧都可以幫到大家去減少一啲身體壓力嘅反應，從而減低焦慮同埋抑鬱嘅狀況嘅。咁方法好簡單，我哋咧嘗試用喺個鼻入面咧吸入一啲嘅空氣。咁吸嘅情況咧，我哋盡量係吸深入少少，去到摸住我哋個肚腩，個肚腩係會有少少脹起嘅。咁我嘗試吸嘅時候咧，亦都集中喺數字上面。我哋咧可以嘗試數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咧如果可以嘅話，試下可唔可以 hold 住個呼吸幾下，可能係3下或者5下，然後咧慢慢就將嗰啲空氣咧就再呼翻出嚟。我哋呼嘅時候要留意，就係肯揾個口慢慢好似吹蠟燭咁樣呼出嚟。呼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數翻5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呢一個嘅循環咧，我哋可以最初嘗試大概3至5次啦。如果覺得舒服嘅話咧，其實隨時隨地每一天可能重複做幾次都可以。咁呢個深呼吸練習嘅好處咧，可以讓我哋去調節呼吸嘅節奏，從而減低身體過度嘅壓力嘅反應，都可以讓我哋咧集中喺呼吸嘅時間裏面，從而減低咧過分焦慮同埋壓力嘅一啲嘅心理狀況。咁咧，準爸爸媽媽咧都真係面對唔少挑戰㗎。咁環境上面嘅困難，可能我哋未必可以控制得到，但我哋嘗試可以調節我哋嘅心態啦。其實用愛同埋欣賞咧，可以讓身體可以釋放一啲令我哋心情愉悅嘅安多酚。所以咧，作為媽媽爸爸，可以每一日對住塊鏡，向自己有一個微笑，亦都多啲欣賞每一日發生嘅事情，有一個感恩嘅心。可以留意下伴侶做得好嘅地方，多啲去欣賞佢哋。咁對於 BB 咧，其實我哋都可以講一啲愛同埋欣賞嘅說話。BB 雖然喺肚裏面，但係其實佢哋都會識得聽㗎。各位媽媽，其實由懷孕到生產嘅過程係一個好獨一無二嘅過程嚟嘅。雖然上天咧俾到每一位媽媽喺過程中有唔同嘅困難，但係你哋係值得家人同埋其他人俾到你哋更加多嘅關懷同埋欣賞㗎。媽媽咧要多啲欣賞自己，亦都唔好過分咁樣批評自己或者同人哋比較，要勇於接受自己，亦都要樂於接受其他人嘅幫助啊！各位爸爸，你哋咧要兼顧成個家庭，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。喺媽媽懷孕嘅過程，其實爸爸自己嘅身體咧都經歷住唔同嘅荷爾蒙嘅變化㗎。
所以咧，作為爸爸要多啲關懷自己，亦都要多啲欣賞自己同埋太太，咁樣已經係俾到孩子最好嘅禮物啦。